耶稣爱你，心的妈咪也爱你。多喝水哦，早一点睡，小朋友要小心哦。我会把东西放好，东西要收好，要归位。起床了，上厕所了，刷牙了。很多人说去练琴，我有是跟他讲说起床了，1、2、3。起床，赶快去吃饭、运动，要赶快去睡觉。林玉炫的话，别再吃了。希望他能减肥成功，然后反庆嘛，多用功读书，去读书、吃饭，这2个是最常跟他们讲的。要认真一点，乖一点，时常求上帝给你智慧，让你所做的事情是有创造力的。妈妈永远是你们最好的依靠，要加油哦！我最常跟一鸣讲话是早一点睡觉，甜食吃少一点，多运动，对我爱你，你好可爱哦。我最常跟刘奕晨讲，饮料少喝一点，早一点睡，多读一点书。宝贝你好帅哦，妈咪好爱你哦。睡觉前都会跟琪琪，爸爸爱你，妈妈爱你，阿公爱你，姑姑爱你，天上的阿嬷爱你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爱我们。要讲话，快一点，赶快去练钢琴，做好孩子。那你讲什么？跟我聊天，跟姐妹好好相处。妈妈爱我。快点，你把我惹毛了。赶快去写功课啦，读书啦。晨秀起床，不要慢过来。那边吃饭呢？很多要读书，要在车上滑手机，早点睡觉，很多，忘了。什么话都没讲。我妈经常跟我说，要早点睡觉，这样才会长高，因为我太矮。早起床，你要去跑步，赶快去运动。讲干嘛呢？讲个谁出来？不要这么麻烦的事。在外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不要感冒了。进来加班啊，奔没练起啊！快18岁了，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责任。回学校的时候要用功读书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以说出来。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。妈妈最常跟我说，我是她的小宝贝、小公主。就算在外面念书，然后又工作，其实还蛮累的。但是只要想到这个，我就会